呢個係佢，呢個都係佢。無論你有冇睇過佢嘅片，你最近一定聽過佢。佢係 Speed， 上星期嚟咗香港玩咗2日，一日去咗海洋公園，去咗搭地鐵，去咗食牛雜，引咗一大班嘅白卡聯盟出嚟，全日黑晒面咁滯。第2日佢就上咗深圳，夜晚翻嚟夜蒲老懶，去咗加州大廈超一超。到底佢有咩咁特別，可以吸引到全球3800萬人 follow 佢呢？喺香港又點解可以引到一大班白卡佬追住佢呢？ Hello， 我係李奧，今日同你哋一齊用心理學嘅角度去了解一下，到底佢有啲咩魔力呢？點解可以令到一班嘅Z世代，甚至乎係 Alpha 世代不斷咁樣去追捧佢呢？無論你 buy 唔 buy 佢都好，你都應該要認識佢，因為你身邊嘅年青人，甚至乎可能係你個仔、你個女都有機會睇緊佢。Speed 佢有好多別名嘅，但凡你喺網絡上面見到嘅黑人小哥，